分開咗之後，麥兜發現自己無論食咩早餐都總覺得怪怪地咁。以前佢哋一齊嘅時候，麥麥鍾意食豬仔包夾蛋，而麥兜就鍾意食奶油豬。麥麥成日都笑佢㗎，成日都食甜嘢，早餐會唔會好膩㗎？麥兜就反擊啦，甜嘢令人開心快樂啊！你食個鹹嘅蛋包，面都折埋啦。而家麥兜試過幾次豬仔夾蛋，但食咗一啖就覺得唔係自己鍾意嗰種味道。再試返奶油豬，總覺得都係爭緊少啲嘢，爭緊啲嘢。最後佢開始隨便買個包啦，唔再特別要食乜嘢，因為佢發現有時候早餐個味道唔係來自個食物㗎，而係同邊一個一齊食。